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A班嘅張俊康。今日我想介紹北京。北京係中國嘅首都，佢已經超過咗3000年嘅歷史。佢面積有16410平方公里，常住嘅人口有2100萬咁多啊！係中國人口最多嘅城市之一。佢嘅文化習俗豐富，好多人都鍾意飲茶㗎。茶嘅文化呢，喺佢哋嗰度會佔重要嘅地位，好多家庭都會定時約朋友嚟自己屋企嗰度去飲茶㗎，而節日都好熱鬧㗎。例如佢哋嘅春節都同我哋香港都差唔多㗎，佢哋呢都會放炮仗同埋貼揮春。而飲食方面，喺北京燒鴨係最聞名嘅，當地嘅街頭小食好似炸醬麵、冰糖葫蘆嗰啲都好受歡迎。而旅遊方就方便啦，必去嘅地標呢就有萬里長城同埋故宮。而家嘅北京有好多文化活動嘅會所，喺嗰度佢哋會舉辦唔同嘅音樂會、藝術展同埋戲劇等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